台湾有种葡萄的味素被对某的大兰南岛种花，集中在中部地区，包括山区的南投信义、台中新沙一大块都专门有名。尤其种花的葡萄产量，韩国是强喺全台湾的一半。同样是平地葡萄，兼种花的台中外埔也种的40-50公顷，尚无其他的山区按有名。其实外埔做睇日本书的，都开始睇种99用的葡萄。讲紧清河嘅海，还种有200-300公顷安法。古麦丘毛团能开做过后，农民一撒撒贵种配方，也算贵种显色葡萄的。不过按究许多天时影响，品质唔稳定，有搭强人工贵贵，后生人因晒出去，外埔葡萄嘅面积呢6年4年减少。不过有位农民还唔想要变黑，希望有一年讲到一个葡萄，大家也会闻到外埔。要新梅啊，贵新梅问题。啊，上家，我好做出来，上家要打出来。哎呀，安排。你要舍才能得啊。浪梅先代替火龍果贊助足足嘅養分，防止此嘅火龍果越太越甜，係成功嘅賣到日本去。從我做呢家下咧，就6分兩天，收35000斤啊，35000斤千多咧，啊收28萬。去年啊啦35000斤，好，啊收280萬。它的双双果园国外，同样的果园，同样的果树，不同的管理产生不同的价值。20年前，范俊清嘅阿爸喺外部提出介做火龍果嘅，8年前范俊清接下果園，6年前成立產銷班，介料是月份鐵賺入5萬元好收。不過去年一粒火龍果賣到300元，月份鐵就創造嚟30萬元嘅產值。6年來，產值升漲6倍，品質係自流利率嘅堅持。一項外部火龍果仲提咗30公頃，就啲講係外部農鐵產嘅代名詞。不過面頭前有火龍果園，頭個是係專門種99葡萄嘅。葡萄以前啊，我按照人種對，佢政府優秀嘛，優秀對於農民來講，就代表他的生活穩定。按伊啲下冇收嘅時節，大家唔都要做嘛嘅。未做係家下，范俊清嘅阿爸嘅田為專種火龍果，主間農民是係其中啲個，世界果也係顯示葡萄兩道。因為阮這山坡都沒有水嘛，啊，攏愛耕水來壓啊，攏含阮塘底啊，割耕啊，耕啊，層層壓水，啊，才成長起來。所以嘛，山東市照顧大。所以50幾年來，我攏照顧有着，啊，所以我會唔感覺割掉迄個老咧。葡萄樹大碼頭，聽太多動法，嚟到做下係風結配嘅阿公中介，曉得夾台人。民國64到80年間，外部人提提老公賣橋，其做99葡萄，搶色嘅金香拿來叫白葡萄酒，掉水色嘅烏後拿來叫紅葡萄酒。轉為收購入住田家事，農民收入問題，幫每公賣橋停止開作，發布儲款。為農民老葡萄樹倒貼，外部嘅99葡萄產業每日會按用停貼。那時候說那個要叫入世貿組 WTO 有沒有？要叫入世貿組織嘛？叫我們說全部開放，叫我們說要轉做去種別的東西。那我們農民也足夠認了啊，還有一些補助金啊。我說我沒有領到補助金，才有這50幾年了。除了留下兩大葡萄樹來經驗。其他樹專種榴彈，9年至提通過後，農委會葡萄農業專線，歷代之前風結培育到專來種99葡萄，還快了2件酒種。因為我從小就是在葡萄園長大，我對釀酒葡萄真很專業啊，其他釀酒都要靠政府單位去邀請一些教授來指導我們做酒嘛。外部人當到都係啲葡萄園太熱，介料是99葡萄種入200-300公頃安發，天主開咗個後，有的葡萄農就貴種顯示葡萄。
我们这边就是好一点，就是这样，知道吗？就是因为这边旱地，所以它的排水比较好，下完雨它就容易就很快就干了。批泡水稻入冬天，为到老派嘅蔬菜冇穷肉。风水业除了种接上看得到嘅奇峰葡萄之外，还有2种是冲红冬罕见嘅蜜蜂葡萄。第一个颜色是不一样的就鲜红。然后第二个，它有一个特殊的香醇味，然后它的糖分相当的高，甜度相当的高比一般巨峰葡萄高个2-3度，没问题。日本人他本来要跟我契约，可是我量太少，没办法跟他契约啊。他说不要，这样我自己在这边慢慢卖就好了。他本来说1公斤120块要跟我契约，可是我就不敢，因为怕没有东西给人家。风水业講，叫酒葡萄、老顯示葡萄，種嘅方式就爭太馬。挑下馬基本用嚟當到時間老戰士來學來命。挑白 Q 量，兩下用品質來讓人，唔但將果子為大為正，口感老甜土還能繞 Q。唔過兩下外部嘅顯示葡萄長到42公斤，當然還減少至2公斤。就是年輕人不在農村了然後雇工來做這個葡萄的工作，相當困難。這些這個工作非常繁複，請不到工人。天氣不好的時候，馬上說整園的結果率非常不好。最近幾年更越來越嚴重。不是高翻啦，算可以冰口冰，冰起來連工才袂等。市面上欠貨的時才袂不一樣啊。就該炸就該本嘅包裝，葡萄抬出嘅時間，農民無限期產。我們客源大部分都是到外面自己開小貨車，有比較空閒的時候就再出去，再跟我老婆就一起出去外面這樣子賣客人吃得好吃，他就幫我們留電話。老總容講，貨送豆腐嘅價錢已經抬咗60-70萬元，不過大盤類數暫時掉40萬元變了。兩下還有種嘅葡萄農，大體都有其他嘅老主顧。農友大部分都不是銷售高手，他只是說你種好，按你自己賣給人家，人家口耳相傳幫你介紹，只能這樣子。像我以前的是這樣子下來的。不過第2個程度啥都有問題。有部分它並沒有完全摒棄掉做釀酒葡萄那種心態，那會造成說它有時候會蠻求量的。自產自銷，那同一個搬出去的價格就很混淆，然後品質也不穩定，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我們要再調整，我們個人每個人都去申請一個自己的 logo。然後你如果說消費者買到外埔的地方葡萄說這個地方葡萄有問題，是那一戶有問題，不是全部的外埔的葡萄都有問題。我主要也是要怕這個。不過線上嘅拍模推葡萄實係冇強種嘅做法。一串葡萄的果然藍調調，拍模推會拍太咗600公尺，而家溫差大。而30年前，拍模推種嘅葡萄從微小到日本嚟，還能係推種體質差通過ISO認證嘅葡萄，品質會按數到天體。除了先天體力老氣候安好嘅條件，葡萄園嘅管理還難重要。因為經日本人來了，就冇究竟完全管理，所以日本嘅技術是講一先進啊。台灣將開始創業農業ISO管理嘅世界，不但係讓這隻三小班嘅19個農民，為咗提升自家嘅品質，出來難為做了2隻班。大家會交流說，你要完全改進整個班員的該素質總下提升上啊。回到家時每本煩惱靠試試，拍模推葡萄未自家出產自家賣。不過第2批個3期度，因為用嘅暫為啲講2位有好食嘅葡萄呢。口碑形象識到好嘅人，佢會已經過來買，慢慢按你嘅市場值慢慢給打過來。所以講。只要講東西好，唔驚講賣唔出來。像有些時候我的需要量比較多的時候，我可以調動我們班的葡萄，我不用考慮什麼。對呀，因為大家品質都是都一樣的。對呀。
线上购数3小班提60班建立了这家共同品牌。虽然大家都如自家的路主顾，不过还是规办共下人走。因为你有共同思想，才会有团结的东西出来，才有力量啊。你自己走的话也可以，但是比较辛苦一点啊。外部显示葡萄也还有2到3小班，不过长期之内只图唔出色，农民均可以是自家病。我觉得他们现在缺少了一个，就是说有人带头来说，我们要去怎么去做行销这一块。我们如果这个产销班的想法如果没有往前进的话，农会要推也不容易。因为葡萄的工作本身就比较忙，所以说要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也叫不到人来了最近几年他们也有意识到说，葡萄红龙果他们在成长，我们葡萄没有在成长，不行。所以最近我们这些产销班班员也比较有一种上进心的。其实10個20年前，福隆果除入成立3小班。不過幫妹未係天之人造，一直到范俊清接手果然過後，張主果帶頭外部嘅福隆果產業，張主果重新轉3小班，經營為外部嘅葡萄產業，其實係導入發展嘅機會。你係唔驚我依貴，所以你就最好，我結貴我就讓你賣，所以選擇的方向就是講從品質着手，不是葡萄的產業沒落，沒有這回事。1年進口的葡萄還10幾億啊！這個空間我們可以去獲取。整個產銷班如果能，就是說它本身的積極性夠的話，那農會就有辦法去輔助你們。可是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資源只有丟在像現在紅龍果，其實我們看起來會覺得好像農會幫他們很多，其實不是這樣，是他們本身比農會更積極去處理。不過除了技術指導、自催補助兩條之外，農會馬上就唔得帶來農民來做整體性嘅統合行銷美。我一直覺得說這幾年他們並沒有把他們的品質穩定下來，那會造成什麼？農會今天幫他銷的部分，可能今年拿去的跟明年拿去的會不一樣，那就會在市場上會造成，就是他沒辦法很穩定的去銷售那口碑也沒辦法建立。農會養老服務業，你既然是輔導單位，你有沒有盡輔導的責任？讓社區的農民有一個價值，你必須把那個價值呢，讓每個種紅龍果的農民呢，讓他知道，讓他感受到，都把起來咧。外部的葡萄唔係冇可得，唔係沒落，事在人為，產銷不能運作，農會要加油。政府單位也是了解基案，這個地方已經快沒落。他當然像紅龍果，好的隨便叫說紅龍果補助一點，他都可以來，叫市長來帶到老的來你這個就是開始就已經在消失當中啊。消失當中，你說叫他們來幫忙，他們意願應該也不是很高。運用嘅進行外部葡萄產業個推廣出去，風水業打算對自家做稀釋。基本的基因譜一定先做完，然後做生產履歷，然後後來做到 ISO 認證。做種種這些，那我們現在這個地方的葡萄大家葡萄農都有一個共同的向心力了。雖然不多，可是小而美了希望說我們最近幾年可能再帶動其他的農戶再來多種植一些我們現在的那個種植這葡萄。北對苗栗大蘭南島種法，台灣葡萄種嘅素材是種地種葡提起。葡萄係冬野生溫帶果樹，本單從唔適合條熱嘅氣候。外部冇從南條成義，也係推動生產區域，會拍下果就按照了解地理條件。不過也為啥都適合種舊酒葡萄，天主開咗過後，主要農民是係專種現樹葡萄。區種算係品種葡萄，種法人克服了地理條件嘅限制，一下還係推翻葡萄太燃，種法做得。外部當然未做得，除從風水業按用，經研究提升管理技術，種出來嘅葡萄球肉品質高，當屬迎合天氣。未希望農民做得越沙大越沙，出現外部葡萄挑過嘅好光景。希望難以講到葡萄，大家未會上到外部。